哈萨克斯坦公民乌马尔贝卡勒前往被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克勒玛依市探望父母兄弟时，被当地政府以与恐怖分子有关联为借口无理逮捕，关押在所谓的政治教育培训中心8个月之久才被释放。出狱后，他告诉大家他所经历并看到的酷刑时，忍不住哭了。他说，在那里你连动物都不如，如果你表现忠实，那你就是一个潜在的犯罪分子。在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穆罕默德本塞尔曼王储宫殿四周传来枪声和爆炸声。美国媒体消息称，以沙特陆军部队司令员为首的一组人员发动了政变。据报道，在利雅得一居民处发现了未经许可飞行的小型无人驾驶飞机。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20日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茨省，有导弹击中该省一个市场附近区域，造成至少18名平民死亡。尼加拉瓜政府近期进行了立法修订退休金制度，并削减工人福利，引起退休人员、学生及劳工不满上街抗议而爆发骚乱。在过去的3日内，至少有10人在大规模警民冲突中死亡。自缅甸对恐怖分子实行残酷镇压以来，罗兴亚人不得不离开缅甸军事力量的末端村庄，试图抵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寻求庇护。官员称，很多罗兴亚难民都住在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